我日前咧就發表咗一段 YouTube 嘅短片同埋一篇文章，個標題就係要求消防處全面檢討，究竟現時嘅消防認知啦、設備啦係咪不足，有冇改善嘅地方？當然，我亦都覺得消防處長係有一定嘅責任，但目的唔係要追求責任，係希望展望未來，唔好遇到同樣事前嘅時候就手足無措。咁我用詞其實亦都好溫和嘅，但係當我啲文章出完之後咧，就有人同我講，我篇文章喺內部消防咧就傳閱緊。咁隨即咧，我一位退役消防官，佢嘅級數唔低於助理處長，佢咧就收到一個同期現時嘅高級消防官俾佢一個 WhatsApp， 佢就轉俾我。我未分析之前咧，我想大家睇一睇呢個 WhatsApp 嘅內容。內容我會喺短片度播放一段較長時間，希望大家睇睇。嗰個信息嘅內容就係咁講嘅，佢稱處長要叫奸仔處長，亦都反映到佢對於處長嗰個印象非常不滿。佢話第一，我嘅文章係好多現役及退休嘅消防同事係有認同，即係話我講嘅譬如水喉啊等等水彈啊，佢都認同晒我嘅內容。第二，話消防處長咧係指示一位姓梁同埋一位姓聶嘅去發表意見，去為佢護航。佢叫呢兩位做公公，即係話佢係消防處長嘅親信啦嚇。咁呢個我哋唔好追究佢用咩字眼，但係佢係凸顯佢哋嘅關係。佢話咧，防火係消防處長嘅責任，佢將啲責任推咎咗喺圍網啊、竹棚咧，其實就想轉移視線，就係將啲責任推咗落勞工處嘅其他部門。當然，我認為勞工處都有責任，但係事實佢講得好啱嘅。根據消防條例，消防處長先至係對於消防防火係有一個最終責任，並非其他部門。佢亦都講咗咁多次棚火，消防處長做過啲咩呢？佢質疑咗呢樣嘢。消防處長根本就係缺乏遠見，唔知道世界今時今日嗰個消防同埋大廈嘅結構，佢完全冇考慮到如何改善。佢仲講上星期曾經召開一個叫高級消防官會議嘅分享會，但係內容唔係主要研究如何改善，係話會叫一位姓梁嘅退休高官去發表文章為佢護航，仲話準備會同傳媒開戰。我睇完呢個信息之後，冇幾耐有一個朋友發咗一段視頻，就係由李學儒先生發出嘅，就係引用咗一位退休消防助理處長梁偉樂。當然佢寫錯咗字啦，個偉字唔係呢個偉樂，亦都唔係呢個樂。呢位梁處長咧係駐守個新界南，同現任消防處處長同埋副處長咧係同一個區份，所以佢哋關係相當密切。佢就講解釋點解唔用呢個100米嘅喉，講嗰個救火方法。其實佢講嘅救火方法同我講嘅冇分別，因為消防喉喺外牆射水係主要以降，即係壓抑火勢蔓延，並唔係滅火嘅主因。滅火係由下而上攻堅，即係好似我上篇文章講，一個消防冚一個消防去護航，咁樣從下邊逐層滅火，呢個係正確。但係亦都講得出，根本呢種方法係傳統方法，就係正如我所講，唔符合呢一個現代嘅方法，亦都唔符合呢個現場火災嘅環境。咁佢係為佢護航，亦都講話100米係香港係暫時個通道得6米咧，係用唔到嘅。但係佢冇好似我咁實地視察過。佢亦都講話解釋唔引用呢個深圳消防，佢話唔熟悉嘅環境咁樣協調上有困難，可能令到啲消防員有危險。但係呢位梁處長可能個級數唔夠高，佢唔記得咗喺2024年，即係舊年6月24號，中港澳由呢個政務司司長同埋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澳門保安司一齊見證，由保安局局長同埋
廣東省應急變應廳嘅廳長同埋澳門警察總局局長一齊簽署嘅粵港應急管理合作暨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合作關卡協議。呢個協議嘅目的就係話，如果有事嘅一地有事，三方呼應。咁個目的就係話你支援我，我支援你。咁如果呢位梁處長咧，佢講嘅嘢係啱嘅話，即係兩地消防好多嘢唔同，所以唔可以協調嘅話，咁佢即係話呢份協議係瞞騙大眾，幾位高官咁多位高官都係做 show 去呃人。但我相信唔係，因為框架協議講得好清楚，有事就大家互相呼應、互相支援。咁即係話，如果香港出現咁大嘅火咧，其實香港消防處應付唔到咧，或者不足以應付嘅話，係應該係即時接受深圳，而深圳其實咧係落實呢個框架協議裏邊嘅隨時 stand by 準備就緒，而香港消防處因為驚孭鑊啦，亦都驚人哋攞佢功勞啦等等啦，而係去拒絕咗咧，係完全唔正確嘅。呢位梁處長咧，佢咁樣去護航咧，罔顧咗大埔宏福苑160位死者、幾十位傷者及佢哋嘅家屬嘅慘痛嘅感受，去護航咧係完全係對大家都唔公道。我可以咁講，現任消防處長楊建恩咧，其實咁嘅情形之下，佢唔係諗下點樣去展望未來，而係話盡量透過不同方法去為自己解釋，甚至利用到退役消防官，因為咁樣好似好客觀幫佢，其實一切都係佢擺佈。咁樣咁涼薄嘅思想呢，我唔覺得佢應該有面目再繼續做消防處長。我亦都認為鄧炳強局長係應該去深切去了解，第一消防內部好明顯突出一個好大嘅問題，佢哋對處長嘅領導係好大嘅抱怨，而處長喺事發係毫無歉意、涼薄地去推卸責任、轉移視線，呢個係我哋不齒嘅。咁我好希望唔係所有政府高官有呢個思維，如果有嘅話，我哋香港嘅管治咧就真係岌岌可危。我呢條片咧係希望大家能夠正視呢件事。我曾經住過大埔，每一日都經過宏福苑。我雖然而家住內地，但係我覺得呢件慘痛嘅慘劇咧，我每次返香港我見到咧，我就覺得好心痛。所以我對呢件事咧係作出好深入嘅研究。由我初希望體諒消防處長，到今日，我覺得呢個消防處長係一個可恥嘅人，唔值得再係留戀呢個職務。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嚴肅處理。多謝大家。